缘投飘撇的男子汉，微风凛凛音不还。美云姐有讲，你爱唱歌，我很爱唱歌，可是重点是哈。歌戏咧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！伊讲不要紧，应该是有1条、2条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结果来，有7、8条呢。冤枉啊！大人，民妇真正是清白的啦。我时常惊大狗客栈，为袂看囝，毋捌惹麻烦。大人啊，你唔通将我当作嫌疑犯。因为这是歌戏，另外改版的歌戏。安尼通算甲遮尔现代，因为即马真侪人捌去过舞台剧去看歌舞剧，差不多是歌舞剧迄个感觉，而且嘛无遐尔啊老。满园风，荷花蕊，萍水相逢送作对。我们去都有老师在教我们，结果我发现写歌的是个年轻人，他太厉害了吧？他怎么把歌生出来的？然后我们去唱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拍呢，可是我们竟然能够这样子很自然，顺着那个情绪就把整个歌唱完了。我在勇敢，牺牲数十年，是好人代表免怀疑。我捐血、捐钱、搁捐白米，哎呦，哪会接到全省通知？联合客栈就伫咧公司台语台。